讲到寒天时啊，出现寒流，一个天气上过热，小空气就出现一个热流。根据着卫福部统计，去年7月因为一上海吊刷，去互医生看的有423人次。今年7月统计到单，已经有367人次咯。气象局也预测讲，这个拜六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，将有可能会出现今年的上高温，类似外国热流的这款的极端高温，来到37度、38度。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补充水分，若准有糖尿病民众，千万这水果唔通食伤过甜的，避免身体欠水。天气小忽忽，受太平洋高压影响，22日2天各地高温会来到32度至35度，大台北、宜兰、台东地区甲花莲创国有机会超过36度。气象局表示，拜六、大暑甲礼拜日会是上介热的2天，有可能出现今年的上高温。未来一周高温在北部红色的线可以看到，基本上都在35度以上，特别是周五、周六、周日这3天，可能会来到37度甚至38度的高温，要特别留意这种局部高温的现象，留意这个热伤害。气象局表示，21到后礼拜日，台湾有机会出现类似受影的极端高温，要注意热伤害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去年7月份因为热伤害看诊的，计共有423人次。今年7月到7月19的数字已经来到367人次。营养师提醒，血糖比较较悬或者是糖尿病患者，是吊刷脱水的高风险族群，要特别注意。咱若天气热，咱可能就会食足侪水果，水分较侪水果，像西瓜啦，这些物件，你血糖压起来，其实你对你来讲，你的身躯内面的水分浓度会较悬，其实嘛对身躯是一个伤害。医师表示，高血糖会互血管内底欠水，久来身体就会脱水，失去调节体温的能力，引发各种热伤害的症头。也提醒年岁较大、有慢性病、甲长期伫咧日头下做事的人，就要加补充水分。气象局表示，日一开始呢，各地水汽会哪来哪少，只剩小可山区会有局部阵雨，高温爱到拜二才会溜溜啊降，各地有关侪云烧热，提醒民众要是爱注意热伤害。记者阿敏晶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